節目時間啦。美國經過咗雷曼倒閉引發嘅金融海嘯之後咧，政府就決定痛定思痛啦，要對啲金融機構加強監管。咁所以為咗避免金融機構咧再做一啲高風險嘅金融活動，同埋大到不能倒下咧，一個福爾克嘅法則咧就應運而生啊，黃 Sir。係啊，呢份嘢呢就由四大機構監管機構，首先就係呢個證監會、聯儲局、呢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即係 FDIC 咧，同埋呢個貨幣管理局咧，佢哋四大監管機構通過新例，咁咧就喺舊年10月11日公開向公眾諮詢，咁咧截止日期咧會係2月13號嘅。咁如果搞掂咧，就即係預算今年7月21號咧就付諸實行。但係付諸實行之前咧，好多聲音出嚟一路嘈嚇。咁嗱，我哋先講下福爾克法則個 Volcker Rule 個內容係乜嘢嚇？大家都知道福爾克咧，即係Paul Volcker 咧就係列根時代嘅呢個聯儲局嘅主席嚇。好啦，咁咧就嗱佢話咧就接受存款機構嘅呢個禁條係咩咧？禁止從事錯本交易啊，即係唔俾你自己炒啊。另外咧就禁止擁有對沖基金，甚至無私募基金。亦都禁止咧贊助對沖基金或者係私募基金嘅啊。咁豁免嘅咧就係豁免你從事國債嘅交易啊，你買賣國債，即係對自己有利嘅咧就唔會禁止嘅嚇。咁亦都咧或者係可以豁免你，如果你係包銷或者你係 market maker， 即係你係喺市場即係莊家啦，市場莊家啦，係咪？咁你亦都係豁免呢個代客進行買賣呢幾樣嘢可以豁免嘅嚇。係啊，咁但係咧好多反對嘅聲音咧就喺度即係慢慢點樣出嚟啦。咁特別是就係美國財長蓋特納咧，佢哋都飛咗去瑞士嗰個達沃斯論壇嗰度啦，可以話基本上係好似俾人圍剿，個個捉住佢走嚟鬧啊。咁各大財長都揾佢嚟傾偈㗎啦。嗱，日本咧就話喂，你咁樣搞法咪損害咗日債嗰個買賣交易係嘛？淨係豁免你美債嚇。咁加拿大嘅財長咧就話：你而家要製造嗰個不公平嘅競爭嘅環境嚇。因為咧你只可以豁免美債啫嘛，係咪？英國咧個財相咧就話喺為呢個外資銀行設一個緊箍咒啊，箍死人哋嚇。咁咧就另外咧就係話歐盟亦都話咧會呢個削減銀行咧買賣歐債嘅意欲，咁啊搞到咧就即係好似個個都好不滿咁啦嚇。係咯，其實個個不滿嘅嘢咧，好似即係各有不同，但係其實睇落去咧又好似差唔多。其實都係驚咧，你行咗呢一個嘅福爾克法則之後咧，對於美國佢自己嗰個債未必冇咩影響，但係就可能咧已經係損害咗去到即係減少買賣人哋嗰啲嘅債。所以歐洲方面而家都表示不滿，係咪最主要都係呢樣嘢咧？係啦，因為點解咧？大西洋兩岸裏邊好多嘢息息相關嘅，係咪？銀行與銀行之間啊，國債與國債佢哋嘅買賣啊，譬如我嘅銀行可以買美國嘅國債，即係我歐洲咁話咧，我可能會買啲美國國債啊。咁你美國銀行咧，亦都冇咁多國債，可能會大不時快，即係分散風險，又買下啲歐洲嘅國債。咁你知歐洲咁多嘅國家啊，買啲德國啊、法國咁，諗都諗唔到會有出事㗎嘛，係咪啊？咁啊，就算希臘啊，都可能會有人買都未定，咁因為佢息高啊嘛，係咪？你知道早嗰輪嗰息唔係0就係1㗎啦，係咪？好啦，咁嗱，歐洲咧就關注嗰個 Volcker Rule， 佢哋咧就話咧，你咁樣係妨礙呢個美國銀行買賣歐債嘅，係嘛？咁因為點解咧？啲美國銀行哇咁麻煩，我不如唔好買啦，係咪？即係到時你話我係錯盤啊，定係點咁啊？俾人罰啊，仲唔抵啦？賺嗰咁多嘅利息係嘛？咁另外咧就亦都咁樣嘅環境之下咧，就會嚴重影響歐債嗰個流動性。點解你如果少人買賣嘅時候，咁個小價喺街嗰度掛，咁啊變咗係你個市場個深度咪不足咯，係嘛？咁咧仲有咧就係增加咧歐洲政府舉債成本。咁啊，如果少人去買賣嘅時候，咁啲肯同你買賣嗰啲機構咧，可能會即係要求你高啲息啊。如果唔係，我就唔同你買啦，係咪？因為掛成都賣唔出，咁點搞啊？係嘛？我另外咧就係製造咧難接受嘅治外法權，咁佢哋個英文叫 extra territorial consequences 啊，即係話咧你
我咧你自己本土嗰啲銀行冇事，第二個人嚟做咧就有事，咁呢個好麻煩嘅喎嚇。係咯，就而家歐洲最緊張，當然就係佢哋嗰個債嚇，最緊要係賣得出去啦，唔好就個個都喺度即係唾棄佢哋。咁但係呢啲嘅理由，即係驚俾福爾克法則影響到個歐債成唔成立咧？包括你好似話嗰個流動性啊，可能會嚴重影響到嘅。其實係咪真係關呢個福爾克法則嘅事啊？如果行得通嘅會㗎，因為我都話啦，佢一刀切落去咧，就你好難定分界。我哋講咗好多次，乜嘢叫做自己坐盤交易？乜嘢叫做如果我係莊家，咁你嚟問我攞價？咁我開價俾你，咁個盤梗我坐啦，係咪先？我如果我點做莊家？我開價俾你，我要去隔離問嗰個人，嗰個人又唔準坐盤，咁我去邊度問咧？我走去政府度問啦，定係走去上帝嗰度問咧？咁你變咗好難定分界，究竟我係坐盤定係點樣？即係好難豁免。好啊，咁你又好難豁免，咁你點樣邊啲先至係人哋嚟客同客戶買賣？邊啲先係莊家開價俾你？邊啲先係我自己坐盤？哇！咁真係好麻煩噶嘛，變咗咧就係話我寧願唔做啦，係咪先嚇？好啦，咁啊銀行仲有一樣嘢就係歐洲點解咁嘈喧巴閉？就係銀行要面對資本嘅新要求啊嘛，你 Basel III 嗰度越加越高噶嘛，嗰個一級資本嗰度。另外咧就係你係咁降級喎，咁我點買？我買完翻嚟，我不如變咗垃圾㗎，或者又降一級啊？咁變咗係都係唔好做啦。咁你變咗咧，美資銀行啊更加咧費事做，俾你哋抽秤啦，係嘛？所以頭先我頭先所講，究竟你點樣分係我同客做啊，定係莊家開價啊？定係我自己坐盤咧？咁索性唔做咧，就費事俾你抽秤啊，費事俾你罰啊，係嘛？係啦，即係本身自己嗰啲嘅債嚇已經係有問題㗎啦。咁如果行喺呢個法則嘅時候咧，可能仲麻煩添嘅。咁但係究竟實施呢一個嘅福爾克法則嘅話，點樣去評估對於成個債市嗰個影響咧？係咪真係嗰個流動性會低咗咧？係一定會㗎啦，因為好多人參與嘅，突然間少咗啲人參與嚇，咁你變咗咧，你嗰個 market depth 唔夠，即係個深度唔夠咧。譬如你好多你點解你好似香港嗰啲交易所裏邊啊，譬如啲 option 啊、啲期權，點解要莊家咧？係嘛？咁你肯開價，咁人哋先至嚟同你玩㗎嘛。你冇人開價，咁即係我成日掛成日冇人同我做，講乜嘢咩金融中心啊？係咪先啊？咁我哋所以莊家係好重要嘅。咁點解我哋點解嗰日啊劉皇發出嚟嗰啲簽啊鬼啊神啊鬼咁樣？即係啲監管機構就係咁樣，神啊當鬼，鬼啊當神，係嘛？應該監管啊唔監管，唔監管嗰啲啊真係嘈人哋。好啦，我哋先至講咧。其實對整體嘅債市，除咗啲國債之外，即係會降級咗，其實對企債都好大影響嘅。係企債咧嗱，如果你係咁樣，因為你流動性下降嘅時候咧，你就會即係導致到個市場深度減少。市場深度減少咧，咁你企債嗰個價格咧就自然會下跌，就可能會有人拋售。變咗，如果你以市價入帳咧，你嗰個估計嘅額外嗰個成本咧會增加幾多咧？就係900億到3150億嘅，就加埋喎。因為你手持個企債咧，即時會減值㗎啦嘛，係嘛？咁你點解咧？咁你就要求咧，你少咗深度嘅時候，就要求咧你嗰個會要求你高啲回報。咁變咗你嗰個交易成本咧，每年亦都會增加10億至40億嘅。咁另外咧，嗰個流動性日價咧就係話 ，OK， 你要補償個流動性下降嗰個風險，因為我賣唔出咁點啊？咁我又要多啲回報嘅。咁嗰度咧大概involve 咧120億到430億，係嘛？因為流動性下降咧就會即係要啲發行債券嘅人咧要俾多啲利息㗎嘛。如果唔係我點會買你個債啫？咁樣樣加埋咧，對整體嗰個債市咧個影響係相當之大嘅。咁所以佢哋咧就揾呢個蓋特勒嗰度去斟下啦嚇。係啦，咁不過蓋特勒聽咁多批評啊，唔怪得知就做到意興闌珊啦，係嘛？不過咧，既然都走落，唔知會唔會讓步？呢方面都要繼續留意下啦。咁呢次傾到呢一度啦，下一節翻嚟會講下咧，智能手機同平板電腦嘅出現咧，唔單止係改變手機同埋電玩嘅市場生態啦，咁好似仲突顯咗美國科技領導全球嘅能力。下一節會講下嘅。